他自有。儿媳谋害婆母，属10大不赦，按律例，轻则斩首，重则凌迟。你说什么？那是你亲娘。这下毒谋害祖母的并不是我母亲，而是姨母。我熟知律例，告诉你，只要彼此心里有数些。那是他，是你的血亲。这世上亲或不亲，难说得很啊。这么多年，老太太为了这个没有半点血缘的家，穷尽心血，一片慈爱纯然肺腑。而姨母呢，她可是我骨肉相连的至亲啊，却明知一朝事发是极刑之罪，却依旧诓骗我母亲对祖母下药。真相暴露，拿我母亲当替死鬼。外祖母，举头三尺有青天啊！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都知这世上之人尽是忘恩负义之辈吗？你大义母亲，你亲母亲犯了忤逆大罪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又能独善其身吗？自然不能。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在来这的路上，我已经草拟好了一份辞呈，待严氏的事情一完，便递上去。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婉儿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！这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。你是圣犬正奴！你不能辞官，不能辞官！孩子好孩子，不能辞官。